好啦，我们一起带点精神来正面组喽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祝你拯救我，在大水混乱之中，祝你保守我，遇受地震的时候，祝你医治我，在疾病痛苦之中，祝你应允我，在呼求你的时候。哎，谁把灯关了？小心啊！啊！不要动！啊，什么东西要跟我讲？不要碰我！我要回家。哎，拜托。我叫凯哥，我很喜欢跟朋友交陪，所以做事都会尽心尽力，完成做事。朋友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，付出我心力啊。然而，他怎么能删掉 FB 呢？我也痛恨我的嘴巴，怎么能说出那么伤害人的话？就在今天早上准备设计概念的时候。凯哥，我跟你说那个。不是，你看，我刚刚想到一个概念是这样，你看这样，没有，凯哥，我跟你说。就叫阿轩过来。哦，是。喂，阿修吗？哎，明天就要交设计图了。哎，不行，如果我明天没有交好，我们真的死定了。我知道你讨厌文思，虽然他总是神出鬼没，说话慢吞吞，而且又没什么朋友，还常常被据点。但是他就这样。凯哥，我都知道。阿修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就看在我面上，就帮我们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当然这样比较快啊。喂，就跟我接话。哦。王慈修，我现在就要看到你哦，马上过来。靠，白目哎。我是看起来真的只是这样。那个没关系啊，那凯哥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啊，他以后再改一下。哎，做的怎么样啊？你不是不来吗？算了。哎，我刚刚想到一个概念是这样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这样。不要，武高方那个神出鬼没，说话慢吞吞，没什么朋友，感觉很宅，是常被据点的人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知道你讨厌文思，但是我明天真的要交出来，我也相信这份 case 交了，我们都有机会升迁，不觉得呢？谁要跟你们一起升迁啊？这部门正妹那么多，左网右报多爽啊！好，不把你承包上就好。可是真的，我们这时间这么多，快，真的要快。不要，这就不是升不升迁的问题，我就是不想跟蔡文思做啊。好，你们就知道，这公司上下除了老板，还有那位新晋工读生妹妹以外，大家都那么讨厌蔡文思。我想过几天以后，那位妹妹知道蔡文思的为人的话，也会跟我们一样讨厌他的啊。修，我是照看你得罪到你，不然那么讨厌他。我问你，讨厌的人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好，但讨厌文思，那你来干嘛？哦，我来看他表演的啊。不要再瞧不起人哦。不爽哦，还咬我啊？不要太白目好不好？不敢吗？我去咬你啊！哎，你们两个，哎，不要打，哎，有必要打，会消化不良啊！闭嘴啊，死娘炮！咬我！凯哥没关系啊，那我设计图其实已经画好，那你那份你看一下，我帮你做哪里要改，那我先找多少时间？谁家地震？我没有。小心啊！开了。谁打我？走开，不要跟我
我了！大家冷静，大家不要动。不是我的家！走开啦！大家不要怕，有我在啊！大家冷静点，那是信号。出来！出来！走开，不要看我了！我是伟霆，我非常爱我的男朋友，我们不常见面，因为彼此都很忙。但他怎么能和我说谎呢？明明和我说要去签约，结果却……我今天本来很想跟他沟通，但他似乎不太怎么想理我。我根本不想有这样的结果，但还是发生了。就在今天上班到一半，看到维斯跑出公司而追了上去，正想回公司时，喂，我跟你说哦，我看啊，一次就赢了8台耶，还有一次大3元，真是超。琪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干嘛这么紧张？哦，没有啦，刚刚房客说要我去修他们的水龙头啦。是哦，那我怎么听到大3元呢？哦，那是瓜子的品牌啦。对啦，房客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我看是牌友在等你3缺1。对，就缺我一个。你刚刚到底去哪里？就是去签约，然后再收租而已啊。是哦，收了8台的猪对吧？ 8台超爽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刚刚应该是在打麻将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我们之间只剩下欺骗？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就只是一桌麻将，赢了就连庄，输了就走人？也没有那么严重吧。好啦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说我去打麻将的，不要生气哦。来，我也只是想要有一天能够好好的放松，能够有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已啊。你现在不是也还在上班时间吗？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回去再讲好不好？我朋友还在等我。我和你朋友谁比较重要？当然是你比较重要啊，只是我朋友都在等我，我想要先过去了。你又想要敷衍直接走掉的吗？每次你遇到问题就只想逃避，对你来说我们之间的爱到底算什么？我没有不爱你，只是我想要赶快过去，我朋友都在等我啊。原来我比麻将还不如，原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剩那么一点，原来你对我的爱……算了，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不是还要忙吗？快走吧。你们女人就这么难搞吗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讲这些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哎，陈彦锦。刚刚和我男朋友吵架。啊？你跟你男朋友？他不是说他去签约，难道他？没有啦，他去大3元呐。啊，瓜子的品牌？是啊，他今天去打麻将没和我说。其实我就只是想要一个解释而已啊。和我说实话有这么难吗？我们都已经这么少见面了，就算他经过公司也不会想和我打招呼哎。就算是这样子，我也开心啊。今天见了面，他只想要做他自己的事情而已。那你有带手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帮你提分手啊，这我种烂才男人不要啦！不要放。你给我，我们听话。哎呀从他哎呀你给我，你就要这样忍下去哦。没有放心，我经验很丰富，真的。你让我打，你给我打，那我打了。你要我打完了，我念给你听嘛。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骗我。老实说，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太多的交集。我发现自己变得不太了解你。你有你的事情要忙，我也想要多给你一点空间。而我们的信任好像不足够了。但是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想改变现况，想要努力看看。
么样？不错吧？还好啊，给我啦。哎呀，我也让你闻香了。传出去哎。Message。现在不用和你好，有你在一起费用149日元，畅会缴纳，请记数字，每次缴纳。那个是催缴的电话费。哦，看错了啦，这个。我们分手吧。小心啊！开了啊！谁打我啊？走开，不要跟我了！大家冷静，大家不要动。不能摸一下！大家不要怕，又在。大家冷静点。我是小溪，我只想要好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安分守己了就好。那在今天下班的时候，站住！小姐，多聊一时，我们聊一世啊。还好我过来找女朋友，才遇到你。原来你在这间公司上班，那你应该有钱可以还我房租了吧？不接电话，不应门，还把门锁换掉，这根本就是在躲着我。我你是别这身啊！没有，我没有做生，我是基督徒。这不是这不这身的问题，问题是我今天一定要拿到钱。房东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在这边打工，所以还没有办法。那我知道你爸拿钱，不要换电吗？不然你想要怎么样？我今天一定要拿钱哦。唉，好了。少年那漂亮的，我以后长袖，不要帮我东西。不要帮我东西啦！哎呦，来了，让别人啊！妈，你不要这样。是他没有长眼睛，你为什么骂我？不是骂他啊！你还是我女儿。小心，慢慢放，轻轻，这很贵。啊，这很贵，不会拿去付房租。不是叫你慢慢放吗？奇怪，很贵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这是我在二手商店专门去买的第一个战利品，卖掉也拿不到钱的，说给他们看一下。妈，我都刚好了。辛苦你们了，先回去吧。笑人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啊？有，房租3个月没有缴了。房租缴了啊，水电费也缴了啊，还有什么没缴啊？这里是3个月都没有缴的水电费账单。小溪，小溪，哦，叫你出来，妈，你来，你叫他关门，你去了去卖啰嗦了。妈，你今天再不还清，我就报警。拜托你，房东先生。小溪，他会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在演哪一出戏？可是我今天一定要拿到钱。不要报警，不要报警，拜托，不要报这个，我一天就好。拜这些都要托。怪你，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。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再通融你们了。什么叫生长在这个家庭啊？他都给你下跪了，你还不通融一下？你还是人吗？就是有你这样不负责任的人，才会搞成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我今天是一定要拿到钱哦，不然我们只好法院上。房东先生，不要报警。我妈打给我啦。行了，赶快想办法，我们快没有房住了好啦，好啦妈，我知啦，我就无用啦。不要，好好。你去
先安尼吼，拜拜拜拜吼。少练会费，你说我累死吗？好了，我妈那边说有一个仓库在出租，房租也少借了一半，看你们要不要先过去那边住了。房东先生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哈，告假为敬。快去，快去，找办法啦哈。房东先生来，我们这里请哈，我们先进去房子里面喝茶。不用麻烦的啦。哦，聊天的。茶具得姑底外靠，来，哦，你人最好了，来，让我搬进去里面哈。那个客厅那边有没有？角落有裂缝那边，快点，那边，有看到吗？谢谢你人最好了啦哈。请进。老板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老板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了，拜托。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家欠房租，我妈到现在还拿不出钱，再不还就要上法院了。老板，我求求你，可不可以救我钱？我不希望我妈被抓走。不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。难道你妈都没工作吗？这没有。那你们家要怎么过生活？就只靠我这边的薪水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要接多少4万。？4万。老板，我求求你，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。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，好好。你就是新进来的工读生吧？才刚进来就跟老板借钱，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。之前经理说有位工读生认真，又是基督徒，我猜是你吧？来，这10万，就算是预支借你的薪水。谢谢老板，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不用谢，要谢就谢上帝吧。钱慢慢还就好，不急。爸爸妈妈都健健康康，就要靠一位大学生来渡过难关，真的辛苦你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们依然是我的家人。谢谢老板。谁掉地上了？我没有。小心啊！哎呀，谁打我啊？走开，不要碰我了！大家冷静，大家不要动。这是我的家。说你爸病倒了，你爸心脏病发了。彤彤，在家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先去写功课，等等爸爸带你去吃个饭。爸，你又忘记了，我等一下要去教会啊。啊，你看我这老毛病又犯了，那先去洗个澡。哦。哎，等等，帮爸爸拿个维他命 C 过来。哦。放这边哦。哎呀！哎，
哎，你是什么？亲我！你我宝贝儿子呢？先去洗澡。哦，好啦。小平，你来啦。等等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个饭？今天是谁进你的办公室？哦，新进来工读生啊，他有事来找我。那今天你又是拿钱给谁？工读生，他有事来找我，我就跟他说，他想要跟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背着殷鑫在外面偷吃？什么偷吃？你在说什么？爸，我洗完澡了，要什么时候才会吃饭啊？你阿姨你好。你在家啊？真乖，是好人。什么？松松，等等不是还要出门吗？先去整理东西。哦。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做了又不敢承担的孬种。你在说谁？谁跟他抢，我就说谁。你没回答到我问题。我今天看到你拿钱给一个女人，你都已经有殷鑫了，为什么还要养小三？殷鑫，拜托我照顾你，是因为你身体不好需要看护。现在身体好了，老婆又在北京，可以乱搞了。我没乱搞，我借他钱是因为。你还真敢讲你没有乱搞，不然我看到什么当眼瞎。他跟我借钱是为了还债，我看他家人都把责任给他扛。哎呦，跑到人家家里去了，你爱他爱得这么深，你这样叫殷鑫要怎么办啊？我爱的人是殷鑫，那我也只是个工读生。你还真敢讲你爱殷鑫，原来口味那么重，长大学生了，还是年轻的好，不要家里的黄脸婆还能很深。你为何要这样说殷鑫？因为我爱你啊！爸，我肚子饿了，要不要吃饭？爸爸在忙，这个钱先拿去买点东西吃。哦，好哦。你，我一直克制我自己，殷鑫这去也已经半年了，我发现照顾人日子开始陷进去，但今天看到你养小三，我真的忍无可忍了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爱你啊！爸，我出门了，拜拜。哎，儿子，过来一下。出门钱可能会有点不够。要付多的钱买点东西，好好补一下身体。好，谢谢爸。我爱人是殷鑫，而且我现在又丑又矮又肥又胖又……我知道。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信任，彼此扶持。只是我无法克制我自己，而且殷鑫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无法表态。我对于这半年照顾你开始喜欢上的我，我真的十分讨厌这样的自己。但今天看到你拿钱给一个年轻的小妹妹，我发现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爸，看我充电器吗？哦，你说桌上那个吗？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爸，小平阿姨，我先出门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会开始放弃你，就让我们继续当朋友吧。但为了殷鑫好，我还是需要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养小三。李佑，你怎么了？我一口被发了，你先下来，你先坐好。等一下，喂，我这里有一名急性患者，现在心搏量达到200下，地是华标49，知道号3楼，你等我一下啊。你还可以走吗？我先带你出去。One, 2, 3, 4。完了，今天要洗澡。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，怎么爱
健身现在是一的，刚起来，好爽，起来了。爸爸要死掉了！啊？为什么？爸爸快死掉了！不会，你爸有耶稣哎，怎么死掉？了，啊？小新，你刚刚说了吗？我无家可归了。他不要我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了。你跟他分手？他真的不要我了。FB，从家就好了。你们干嘛跟他变成不是好好的吗？爸爸快死掉了！哎，你在干嘛？爸爸快死掉了！爸爸快死掉了！喜乐又代替被爱，赞美已代替忧伤。你似花冠于我们，在生命中作王。喜乐又代替被爱，赞美已代替忧伤。你似花冠于我们，在生命中作王。哈利路亚。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，哈利路亚！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，哈利路亚！我乃称为你们是我的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你口甘甜，因你全然完美。主啊，你是我的良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虽然我和我的朋友没有再往来了，我也伤害另一个朋友，但我还是要赞美你，因你必陪伴我，照顾我。关了一道门，逼问你开另外一扇窗，没事了。喂，安安，我没事了，谢谢你结束我的恋情，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更好的，谢谢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小石啊，你在烦恼什么啊？不管怎么样，钱还是欠4万，家人还是老样子，但是我有爱我的天父上帝啊。周周，我相信上帝会医治你爸爸的，因为神说他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一切伤。起来吧。亲爱的天父爸爸，求你医治我的爸爸，我害他心脏病发了。我知道你是听我们祷告的天父爸爸，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要来赞美你。阿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要一起来赞美神哦。1, 2, 3, 4，hey！